大家平時行過九龍寨城公園，望住嗰啲小橋流水、亭台樓閣，有冇一刻諗過喺短短幾十年前，你腳踩緊嘅呢塊土地，曾經係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建築結構最魔幻，甚至被外國 Cyberpunk 科幻電影奉為神級聖地嘅九龍城寨。最近因為電影熱潮，九龍城寨又成為大家茶餘飯後嘅話題。但係如果我哋淨係將眼光放喺黑社會、古惑仔、龍蛇混雜呢啲刻板印象上面，咁就真係嘥咗呢個獨一無二嘅歷史奇蹟。今次我哋唔講打打殺殺，我哋做一次歷史大起底，由清朝嘅法律條文講起，拆解城寨點解會變成連神仙都難救嘅三不管地帶，然後我哋會潛入水底，去喺返當年因為起水塘而被淹沒嘅數百年客家古村落。最後我哋會上山去探秘二戰時期真正經歷過炮火洗禮嘅香港地下軍事堡壘，呢啲全部都係香港最真實、最觸動人心，但又慢慢俾人遺忘嘅歷史血脈。講起九龍城寨，好多人都會順口講句三不管，即係香港政府唔管、英國政府唔管、中國政府唔管。但係點解會搞成咁？呢一切要時光倒流返去1898年。當年大清帝國喺甲午戰爭同埋列強嘅壓迫之下，國力已經衰弱到極點。英國政府睇準機會，迫使清廷簽訂咗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呢條條約將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北，直到深圳河嘅大片土地，即係我哋今日講嘅新界，租借俾英國，為期99年。但係條約入面有一段非常弔詭，亦都係改變九龍城寨命運嘅關鍵條文。清廷當時嘅談判代表據理力爭，要求保留九龍城寨嘅管治權。條約白紙黑字寫明，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清朝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唯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呢一句說話真係可圈可點，意思即係話新界雖然租咗俾你英國，但係九龍城寨呢個大約得26000平方米嘅地方，依然係大清帝國嘅領土。清朝嘅官員可以繼續喺入面辦公。清廷點解要咁堅持？其實就係想喺英國人嘅地頭留返一隻眼、一個據點，用嚟監視英國人嘅動靜。英國人初頭都諗住隻眼開隻眼閉，但係過咗冇耐，去到1899年，英國接收新界嘅時候，遇到新界原居民嘅激烈反抗，爆發咗新界6日戰。英國人懷疑九龍城寨入面嘅清朝官員喺背後搞鬼，暗中煽動鄉民。於是英國政府一不做二不休，單方面宣布取消清朝喺城寨嘅管治權，仲派兵攻入城寨，將入面嘅清朝官員同士兵全部趕走。清廷當然抗議啦，但係當時清朝邊有壓力？不過好笑嘅事情就喺呢度發生，英國人趕走咗清朝官員之後，發現呢個城寨根本冇乜戰略價值，入面又殘又舊，於是索性由得佢丟空，冇派人去管。去到1912年，清朝滅亡，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嘅幾十年，無論係北洋政府定係國民政府，每次一提到九龍城寨，都會攞返1898年嗰條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出嚟，咬死城寨係中國領土，絕對唔容許港英政府拆城或者管治。港英政府每次想入去執法或者清拆，都會引起嚴重嘅外交風波。就係咁，一個法律上嘅黑洞就誕生咗。中國有主權，但係冇實際治權；港英政府有實際包圍網，但係冇法理管治權。英國政府就夾喺中間，為咗避免外交衝突，索性叫港英政府盡量唔好搞城寨。城寨就慢慢演變成一個冇人交稅、冇人發牌、冇人執法嘅真空地帶。特別係去到1945年，二戰結束，香港重光，跟住國共內戰爆發，大量難民湧入香港。呢班難民舉目無親，冇地方住，九龍城寨呢個唔使交租，又冇警察查身份證嘅地方，就成為咗佢哋最好嘅避風港。由嗰個時候開始，城寨嘅人口幾何級數咁爆炸。講到城寨嘅居住環境，好多人嘅印象都係停留在黑社會同黃賭毒。其實去到80年代，即係城寨被清拆之前嗰10幾年，黃賭毒已經大幅減少。城寨入面住嘅絕大多數都係為咗生活而死慳死抵嘅低下階層市民。當時城寨嘅面積大約只有2.6公頃，即係大概4個足球場咁大。但係你估下入面住咗幾多人？根據1987年政府宣布清拆前嘅統計，入面足足住咗超過33000人。有啲學者甚至估計高峰期人口接近5萬。如果用人口密度嚟計算，即係每平方公里住咗接近190萬人。呢個數字係當時全香港人口密度最高嘅觀塘區嘅幾十倍，絕對係世界紀錄。因為冇皇管，城寨嘅樓宇完全唔受香港建築物條例嘅限制，大家為咗爭取更多生存空間，就係咁向上起，向橫僭建。350幾棟樓宇密密麻麻咁逼埋一齊，
樓同樓之間嘅距離有啲連一個人打側身都行唔過，啲樓起得太密，搞到城寨入面嘅街道，即係出名嘅光明街、龍津道嗰啲，終年都見唔到陽光，大白天都要開住光管。抬頭望上去，除咗係錯綜複雜、滴緊水嘅水喉管，就係密如蜘蛛網嘅電線。食水同供電係城寨居民每日都要面對嘅大問題。城寨入面得8條真正由政府提供嘅街喉，3萬幾人點夠分？於是有人就喺城寨入面自己打井抽地下水出嚟賣。但係城寨地下有咁多工廠、牙醫診所，仲有冇規劃嘅排污系統？啲地下水根本就受咗嚴重污染，陣味好難聞。但居民為咗生活都要買嚟洗衫、沖涼。至於電，早期居民係靠偷駁街燈嘅電，後來因為火災風險太高，中華電力公司先至勉為其難咁入去幫手拉電線，但係跳掣依然係家常便飯。不過喺呢個被外界視為人間地獄嘅地方，其實充滿住香港人最強韌嘅生命力。城寨入面自成一國，有齊晒麵條廠、魚蛋廠、塑料廠、牙醫診所，甚至係街坊福利會同幼兒園。啲街坊為咗生存，互相幫忙。細路仔喺不見天日嘅巷弄入面穿梭，佢哋唯一可以見到太陽、可以跑下跳下嘅地方，就係城寨高低不平嘅天台。天台上面有啲人晾衫，有啲人養白鴿，仲有啲退役嘅飛機喺頭頂啟德機場降落。飛機個肚近到好似伸手就可以摸到咁。呢種獨特嘅生活形態喺1993年城寨完全清拆之後，就徹底成為咗歷史絕響。好啦，講完九龍半島上面呢個充滿鋼筋水泥味嘅歷史迷宮，我哋而家將視線移向郊外。大家平時擰開水喉就有水出，去郊外遠足見到萬宜水庫、船灣淡水湖，水波蕩漾，風景靚到似一幅畫。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喺呢啲清澈嘅湖水下面，其實長埋住香港一段好沉重、好無奈嘅古村落搬遷史。香港喺1950年代到1960年代經歷咗嚴重嘅水荒，老一輩嘅香港人一定記得制水嘅日子。最慘烈嗰陣，每4日先至供水4個鐘頭。為咗徹底解決水荒問題，當時嘅港英政府做咗一個極度瘋狂，亦都係極具前瞻性嘅決定，將海灣截斷，抽乾啲海水，用嚟儲淡水。呢個就係船灣淡水湖同萬宜水庫嘅誕生背景。但係要將一個海灣變成水塘，首當其衝嘅就係沿岸世世代代住喺度嘅村民。先講1960年代開始興建嘅船灣淡水湖，當時受影響最大嘅係位於船灣沿岸嘅6條客家村落，包括小滘、大滘、金竹排、橫嶺頭、涌尾同涌背，統稱為6鄉。呢啲村落嘅歷史好多都可以追溯到大清康熙年間，即係有成300幾年歷史。村民一直以嚟都係靠捉魚、種田、斬柴為生，過住自給自足、與世無爭嘅日子。政府要起水塘，就要呢6條村過千名村民全部連根拔起。大家試下代入當時村民嘅心情，你阿爺嘅阿爺已經喺度住，祠堂喺度，祖墳喺度，突然之間有官員入嚟同你講，呢度全部都要用水淹沒，你要搬走。嗰種震撼同痛心真係非筆墨所能形容。當時政府同村民展開咗漫長嘅談判，為咗安撫村民，政府喺大埔墟撥出咗1幅土地，起咗10幾棟5層高嘅唐樓，安置呢班村民。嗰度亦即係今日大埔嘅6鄉新村。搬村嗰一日，氣氛非常之凝重。村民將祠堂入面嘅祖先牌位小心翼翼咁請出嚟，連同家當搬上政府安排嘅船隻，隨住水壩慢慢落成。雨水將本來嘅海灣填滿，嗰啲有幾百年歷史嘅青磚屋、祠堂、農田就咁樣一寸一寸咁被水淹沒。時至今日，如果船灣淡水湖遇到大旱缺水，水位急跌嘅時候，有啲行山人士仲可以喺水塘邊緣隱約見到當年村落嘅頹垣敗瓦，甚至係一啲爛咗嘅瓦碗瓦碟，好似無聲咁訴說緊當年嘅歷史。同樣嘅歷史悲劇喺1970年代興建萬宜水庫嘅時候再次上演。萬宜水庫嘅工程規模比船灣淡水湖更大，受影響嘅村落亦都更多。其中最出名嘅要數爛泥灣村同沙咀村呢啲客家村。爛泥灣村聽個名好似好肉酸，但其實當年嗰度係一個非常美麗嘅海灣。村民主要姓萬，所以後來為咗紀念佢哋嘅犧牲，水塘亦都命名為萬宜水庫。萬宜水庫嘅村民同樣面臨背井離鄉嘅命運。政府喺西貢市中心附近起咗萬宜灣新村同沙咀新村嚟安置佢哋。由原本開門見海、日出而作嘅農村生活，突然搬入去石屎森林嘅唐樓，好多老人家一開始根本適應唔到。佢哋冇得再種菜、捉魚，有啲人只能夠轉行去做小生意或者打工。
為咗全香港幾百萬人有乾淨食水，呢班客家原居民默默咁付出咗佢哋嘅家園。呢一份犧牲絕對值得我哋每一個香港人銘記。下次大家去西貢食海鮮，或者去萬宜水庫打卡嘅時候，不妨望下水底，感受下嗰份沉甸甸嘅歷史重量。由水底嘅古村浮翻上水面，我哋最後要講嘅係香港歷史上最血肉橫飛、最壯烈嘅一頁。二戰時期香港嘅地下軍事設施，以及1941年嘅香港保衛戰。好多人以為香港喺二戰嗰陣，日軍一打到嚟，英軍就即刻投降。其實呢個絕對係錯誤嘅觀念。當年駐港嘅守軍包括英軍、印裔英軍、加拿大軍以及本地嘅香港義勇防衛軍，曾經喺香港嘅山頭上同日軍進行過非常慘烈嘅激戰。而見證住呢啲戰火嘅，就係遍佈香港群山嘅軍事遺跡。首先講下位於油塘同將軍澳交界嘅魔鬼山炮台。魔鬼山呢個名聽落好得人驚，其實係因為明清時期嗰度經常有海盜出沒而得名。英國人接管新界之後，睇中咗魔鬼山居高臨下，扼守住維多利亞港東面入口鯉魚門海峽嘅戰略位置，於是喺1900年代初期喺嗰度大興土木，起咗一系列嘅炮台同碉堡，包括魔鬼山靈堡、歌賦炮台同砵甸乍炮台。呢啲炮台裝備咗當時最先進嘅大口徑海岸炮，主要係用嚟防範法國同俄羅斯嘅軍艦。不過去到1930年代，隨住航空母艦同戰機嘅崛起，海岸炮嘅作用大幅下降。魔鬼山嘅大炮後來甚至被拆走，移去咗港島嘅赤柱同鶴咀。但係魔鬼山嘅碉堡同戰壕喺後嚟嘅香港保衛戰入面，依然發揮咗掩護守軍撤退嘅重要作用。但係講到香港保衛戰中最關鍵，亦都係最傳奇嘅軍事設施，就一定非醉酒灣防線同城門碉堡莫屬。時間去到1930年代中後期，日本侵華嘅野心已經表露無遺。日軍佔領廣州之後，兵臨深圳河。港英政府知道大難臨頭，為咗防禦日軍由陸路南下攻打九龍同港島，於是花費咗巨大人力物力喺新界同九龍之間嘅山脈，由西面嘅葵涌醉酒灣一直拉到東面嘅西貢牛尾海，築起咗一條長達18公里嘅防禦陣地，史稱醉酒灣防線。呢條防線有各種戰壕、機槍堡、鐵絲網同地雷陣，當時仲被誇大宣傳為東方馬奇諾防線。而醉酒灣防線嘅核心樞紐就係位於今日城門水塘以南孖子徑山上嘅城門碉堡。呢個碉堡規模極之龐大，佔地廣闊，可以容納一個營嘅兵力。最特別嘅係佢有一系列深埋喺地底嘅隧道網絡，為咗方便不熟悉地形嘅英國士兵認路，呢啲地道全部用咗英國倫敦嘅著名街道嚟命名，例如牛津街、麗晶街、皮卡地里街等等。大家想象下，喺香港荒山野嶺嘅地底，竟然有一條叫牛津街嘅隧道，呢種時空交錯嘅感覺真係好超現實。不過歷史往往係殘酷嘅。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後幾個鐘頭就全面進攻香港，日軍嘅推進速度快得驚人，好快就突破咗新界嘅前線。12月9日深夜，日軍嘅第228聯隊喺聯隊長土井定七嘅帶領下，做咗一個極度瘋狂嘅舉動。土井定七為咗搶頭功，竟然違抗上級要佢停低休整嘅命令，私自帶領幾百個日軍，趁住黑夜同大雨，摸黑攀上孖子徑，對城門碉堡發動突襲。當時駐守城門碉堡嘅係蘇格蘭皇家軍團第2營嘅一班士兵，佢哋兵力嚴重不足，成個巨大嘅碉堡得幾十人防守。日軍利用通風管同隧道入口，將手榴彈狂掟入地道入面。蘇格蘭士兵雖然奮勇抵抗，同日軍喺黑暗嘅地道同戰壕入面展開肉搏戰，但係寡不敵眾。激戰咗幾個鐘頭之後，喺12月10日凌晨，呢個號稱東方馬奇諾防線嘅核心樞紐就咁宣告失守。城門碉堡嘅陷落，直接導致成條醉酒灣防線崩潰，九龍半島好快就落入日軍手中，守軍只能夠退守港島。最終喺12月25日，即係黑色聖誕節，香港總督楊慕琦宣布投降，香港進入咗3年零8個月嘅黑暗歲月。今日大家如果去城門水塘行山，行上孖子徑，依然可以穿梭喺城門碉堡嘅地道遺跡入面。你會清楚睇到牆上面刻住嘅牛津街英文字母，你會見到機槍堡上面被日軍炮火炸到粉碎嘅石屎，甚至喺啲隱蔽嘅角落，仲可能刻到當年激烈交火留低嘅彈孔。呢啲冰冷嘅石屎，呢啲黑暗嘅隧道，其實都係有血有肉嘅歷史證人。佢哋見證過一班唔同國籍嘅年輕軍人，為咗保衛香港呢塊土地，付出咗佢哋嘅生命。香港呢個地方真係好神奇。
佢節奏好快，快到每日都有新大廈起好，每日都有舊嘢被拆走，大家掛住返工放工、飲飲食食，好容易就會覺得香港淨係得商場同高樓大廈。但係只要我哋肯放慢腳步，翻開歷史嘅檔案，你會發現喺九龍城寨嗰啲已經消失嘅密集樓宇入面，隱藏住複雜嘅大國博弈同基層市民嘅生存智慧。喺平靜嘅水塘底，沉睡住幾百年客家村落嘅鄉愁同犧牲；喺雜草叢生嘅山頭上，刻畫住二戰烽火嘅殘酷同軍人嘅勇氣。歷史其實從來都冇離開過我哋，佢只係換咗一個方式。匿埋喺我哋每日經過嘅公園、飲用嘅食水同埋攀登嘅山徑入面。希望今次嘅分享可以令大家下次再行過九龍城，再去郊外水塘，再去行山嘅時候，可以用一個全新嘅視覺去感受一下呢座城市跳動緊嘅歷史脈搏。香港嘅故事遠比我哋想象中更加深厚，更加動人。如果你中意呢啲真實嘅香港歷史故事，不妨自己都去翻查下資料，或者親自去呢啲遺跡行一轉，相信你一定會有更多唔同嘅體會。